台记文康榜女性台记作家青文写的小说《十八个的滋味》，即阵互罗列剧团摕来改编做戏剧，结合各种的红仔，呈现女性的润命甲束缚。若是做咧酸，做咧疼，做咧无爽快，就爱白花油起来推咧，也是扫落卡斯起来打咧。92岁欠五嘛，扣搁欠卡搁减10点，伫咧人生最后的时间，甲伊的灵魂同齐唱出酒歌顾家数十年来的苦楚。这几十年我甲阿母大。煮饭好食，该斗3工。若要加一份嘛，是阮兜加一份。斗3工，唔着借头诶，哈。每一个的媳妇呢，其实都是用不同的偶的形式，还会有一个真人演员跟他做一个对照，好像一个人是他的意识，一个人是他的肉身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。红仔爱人了活跳，红仔师傅的手骨就爱有够美丽。这出罗列剧团伫咧台中国家歌剧院搬演的《欠五啊要起行》，改编对台湾女性台语作家青文所写的小说《十八个的滋味》，呈现农业时代传统女性安怎辛苦换家，要望后生新妇拢合好的心情。这小说内底是写较古早的代志，古早的女性，但是现代的女性也是有做者束缚的。这本小说的台语是真正是有较困难，较深，所以嘛是有特别选较会晓讲台语的演员。全台文的剧本，毋若互30几岁的少年演员睇到的时，心惊惊，安怎呈现女性的论命，也考验演技。以我实际年岁爱搬92岁，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啊，同时因为嘉豪曹偶师伊帮我操这个红仔，我就是伊，伊就是我，默契，我感觉是较困难的所在。因为疫情，这出戏拖了1年，即阵总算伫咧剧场演出，带众人用台语甲女性的观点，看传统女性面对社会甲家庭冲击坚强的迄一面。记者阿敏、金正派文、张玉水台中报道。